哋今日繼續再練習，大家睇呢條題，呢個就係咁樣嘅 ABCD 呢係一個長方形，然後呢 AEFG 呢係一個梯形，D 係 GF 嘅終點，AD 等於18 cm，AB 呢係等於12 cm。要求我哋計算 AEFG 嘅面積。咁喺計算之前呢，我哋先做一啲連線啦。首先連結呢個 ED， 因為喺連完之後呢，你咪好快就見到個三角形出嚟，係咪啊？三角形 AED。咁呢個三角形呢，如果你有聽我之前有講課，上幾堂嘅課呢，你一眼就會認出呢個三角形就係梯形面積嘅一半。咁有咗呢個咁嘅概念之後咧，你計算就好快啦。因為呢個三角形咧 AED 亦都係長方形面積嘅一半。知唔知點解啊？因為嗱，呢個三角形嘅底咧就係長方形嘅長啦，三角形嘅高咧就係長方形嘅寬嚟嘅，係咪啊？咁樣，咁所以咧係你係好容易就計算到出嚟嘅。咁我哋再作埋條高啦，好嘛？AD 作一條經過 E 作一條垂直線，垂直於 AD。咁呢個咧就係高嚟嘅，三角形 AED 嘅高。好啦，咁作完呢個高之後，我哋可以先計算啦。三角形吓，先計算三角形 AED 嘅面積。好，AED 三角 AED 面積係等於1/2嘅底乘高，底就係 AD 啦，然後乘高。咁記住呢個高咧，其實係等於 AB 嘅。咁然後咧，把數字對入去，係等於1/2乘18乘12等於108 cm square。咁我哋計到三角形嘅面積之後咧，要計算梯形面積嘅時候輕而易舉啦，係咪啊？因為我哋前邊我都講過啦，我哋用到好多時間教大家點樣去計算梯形裏邊嘅三角形面積係梯形面積嘅一半，等於1/2嘅梯形面積 AEFG。咁即係話梯形面積咧，梯形面積係三角形嘅2倍，等於216 cm square。好，呢題咧我哋計算完啦。今日咧我哋講到呢度，我哋下堂再見。